大家有冇諗過，一向標榜穩陣，以普惠醫療做最後防線嘅香港公立醫院，而家正喺無聲無息之間改寫緊無數基層市民嘅求醫命運。有位80歲獨居老伯，身體長年有隱患，為求徹底搞清楚問題，可以安心治療，於是乖乖排隊，諗住等幾年都冇所謂，點知一等就係3年光陰，1000幾百個日與夜嘅煎熬，終於等到磁力共振檢查，check成5日就到，本以為可以查清病源對症下藥，結果系統一個冰冷通知彈出，將佢苦等3年嘅預約名額即時作廢。老人家冇遲到，冇甩底，身體狀況亦冇好轉到唔使檢查。佢唔知道嘅係一條好多市民都仲未搞得清嘅新規定。新例指明非緊急檢查必須預先繳費，但因為長者獨居多年，唔識上網，亦冇留意政策已經改咗，由頭到尾收唔到任何清晰嘅繳費提示。就係呢個普通市民極易中招嘅漏洞，令佢3年嘅堅持一瞬間化為泡影。呢件事絕對唔係單一事件，而係牽動全港醫療生態嘅大變革。全新公立醫療收費同預約規則實施短短4個月，全港已經有6796個非緊急檢查預約被系統自動取消。呢串數字背後承載嘅係最真實嘅民生無奈，當中只有唔夠3000人揀返重新排隊，其餘3700幾人直接放棄得來不易嘅檢查機會。大部分人第一眼見到呢單新聞，直覺會覺得醫院出招清理預約係為咗對付市民預約後無故缺席嘅問題，避免珍貴資源白白流失。呢個出發點當然合理，但好少人會停低諗一諗，3000幾個主動放棄檢查嘅普通人，到底真係唔使睇醫生，定係被逼無奈先至咁做？喺官方統計裏面，佢哋只係一堆冰冷數字，冇情緒，冇故事，冇後續。但放反入真實生活，每一個數字都係活生生嘅香港市民，可能係身體長期唔舒服，一直忍痛唔敢深入檢查嘅長者，可能係慢慢心驚膽跳，擔心病情惡化嘅病患，亦都可能係滿心憂慮、手足無措嘅普通家庭。佢哋放棄檢查唔代表對病痛唔在乎，而係被急速推進嘅數碼規則同全新收費門檻擋喺門外，呢一點先至最值得深思。今日被取消預約、錯失檢查機會嘅係一位陌生獨居長者，但聽日隨時係我哋自己，係我哋嘅父母，係身邊嘅鄰里，甚至係將來年紀漸大、追唔上智能時代嘅我哋。過去幾十年，香港人心中一直有份穩陣嘅醫療安全感，無論收入高低、年紀大小，公立醫院永遠係基層市民最可靠嘅最後防線。就算排隊耐，等得辛苦，只要肯耐心守候，終有一日輪到自己睇病做檢查。舊時嘅公立醫療靠政府大量補貼，行普惠路線，收費大眾化，門檻極低，最大程度守住基層市民嘅健康底線，係全港市民心中最穩陣嘅民生保障。但今次全方位嘅醫療改革，徹底打破咗大家熟悉嘅求診模式。而家喺香港睇病已經唔再單純係乖乖排隊咁簡單，檢查名額保唔保得住，能否順利求診，負唔負擔得起醫療開支，開始取決於個人識唔識用智能設備，能唔能夠及時掌握最新政策，又冇足夠嘅經濟能力。不知不覺間，香港人代代相傳嘅醫療安全感持續下滑，普通人睇病嘅安心感一步步被稀釋、被消耗。客觀講，醫管局推出呢一系列新規，唔係故意為難市民，背後有極現實嘅考量。長期以來，香港公立醫療深陷惡性循環，大量市民預約檢查後無故缺席，令寶貴名額長期閒置浪費。一邊係重症患者排唔到號，等唔到適時救治，另一邊就係珍貴資源白白空置，供需失衡問題越嚟越嚴重。再加上香港人口持續老化，求診需求每年上升，公立醫療營運成本不斷高漲，以往近乎免費、高補貼嘅模式早已難以為繼。收緊預約規則，調整收費標準，
增設預繳機制，本質上係為咗整頓爽約亂象，將有限醫療資源留俾真正有迫切需要嘅病患，縮短重症患者嘅等候時間，等整個公立體系可以長期穩定運作。從整體營運角度睇，改革確實帶嚟成效，院內檢查嘅爽約率大幅回落，大量閒置名額被重新善用，重症患者嘅求診優先級亦顯著提升。但效率提升嘅同時，卻流失咗最珍貴嘅人情溫度。政策更新速度太快，普羅大眾，尤其係弱勢社群，根本冇足夠時間適應。新規冇設立緩衝期，亦冇專門針對長者、獨居人士、基層低收入群體嘅兜底方案。所有適應壓力、規則風險、失誤代價，全部落喺最弱勢、最冇還擊能力嘅普通人身上。TVB 曾經報道另一個真實個案，同樣令人無奈。有一位市民為咗一項關鍵身體檢查，乖乖排隊等足2年。呢2年入面，佢一直小心保養身體，滿懷期待做完檢查可以查清隱患對症下藥。點知臨近檢查先發現2年等候全部報廢，預約早已因為冇預先繳費被系統取消，全程零預警、零緩衝、零補救，就因為一條唔起眼嘅新規，所有期盼同堅持瞬間落空，身體隱患依然懸而未決，隨時錯過最佳治療時機。面對海量投訴同輿論爭議，醫管局公開承認新規落地存在配套不足嘅問題，承諾會針對特殊個案酌情處理，加急補辦檢查，同時優化多層級提醒機制，減少同類失誤。但經常使用公立醫療服務嘅人都清楚，呢啲補救措施即係治標唔治本，解決唔到核心矛盾。真正需要長期排隊做放射檢查、慢病複診嘅，從來唔係熟用手機緊貼政策嘅年輕人，而係行動不便嘅長者、冇人照顧嘅獨居人士、收入微薄嘅基層市民。佢哋睇唔明網上通知，唔識操作繁複嘅醫療系統，亦冇渠道掌握政策變動。新規落地後，所有風險都要個人承擔。所謂嘅酌情加急、特殊處理，多數益咗識投訴、懂維權、敢發聲嘅人，性格內向、資訊封閉、唔識申訴嘅弱勢群體，只能默默承受損失，白白耗費數年等候光陰。一句輕輕鬆鬆嘅補救承諾，根本換唔返佢哋錯失嘅診療機會。如果話預約證零規則係輕微刺痛普通人嘅細針，咁全方位嘅醫療加價就係壓喺無數普通家庭身上嘅沉重負擔。今次改革覆蓋所有日常求診場景，徹底改變香港公立醫療幾十年嘅普惠模式，令普通人睇病嘅經濟壓力大幅增加。舊時公立醫療靠高額政府補貼，小病問診、緊急求診、常規檢查，基本唔使點使錢，基層家庭完全唔使擔心日常醫療開支。但隨住營運成本不斷攀升，財政補貼壓力日漸加大，醫療體系只能透過調整收費、收緊規則嚟平衡收支，最終為呢一切埋單嘅依然係千千萬萬嘅普通市民。唔使睇枯燥嘅政策條文，從最真實嘅生活細節就可以感受到加價帶嚟嘅轉變。以前好多香港家庭半夜小朋友突發高燒，長者胸悶頭暈，第一反應就係衝去急症室，最怕耽誤病情。但而家大家都多咗一重猶豫，會唔自覺諗頂唔頂到聽朝先去普通門診，就為咗慳返一筆唔細嘅急症費用。呢種求診心態嘅轉變係所有普通人最直接嘅感受。除咗急症加價，專科門診價格調整對慢病患者嘅影響最深，負擔最持久。好多長者同慢病患者每個月都要定期覆診攞藥監測病情，但次加價金額看似唔多，但日積月累，每年就多一筆固定開支。對於冇額外收入，只靠微薄積蓄同津貼過活嘅基層長者，呢筆長期增加嘅使費係實實在在嘅生活壓力。而最顛覆大眾求診習慣嘅係以往大部分免費嘅高階身體檢查正式踏入收費年代，磁力共振、
CT 呢類剛需排查項目，而家每次劃一收費500港元。呢啲檢查多數用嚟排查疑難病症、覆診長期慢病，係大量病患嘅剛需，以往幾乎零成本，而家每做一次都要自費，為長期求醫嘅家庭再添一層經濟顧慮。呢度有一個絕大部分市民都唔清楚嘅規則誤區，亦係好多人中招嘅主要原因，就係並非所有醫院檢查都要收費。如果係住院救治、緊急搶救期間所需嘅檢查依然維持免費，只有提前預約用作日常排查同慢病覆診嘅非緊急檢查先會按新規收費。好多人唔了解呢套分級規則，做完檢查先收到賬單，完全冇心理準備，即時陷入被動嘅經濟壓力。為避免重症患者因病致貧，官方推出年度醫療收費上限福利，普通市民每年公立醫療自費上限1萬港元，超出金額全數豁免，即係部分自費器械同特效藥唔納入保障範圍。官方推算每年數萬名長期求醫嘅重症患者可以受惠於呢項兜底政策，但政策落地後，大家先發現呢項福利實用性極低，根本難以真正幫到普通人。身體健康、間中睇病嘅家庭，年度醫療開支根本達唔到豁免門檻，享受唔到福利。長期患病、頻繁檢查嘅重症患者，開支可以突破年度上限，後續治療費用依然要自行承擔。呢項看似貼心嘅兜底政策，始終舒緩唔到基層同中產嘅求醫壓力。整套新規入面最不近人情、最受市民批評嘅就係14日預繳費用嘅硬性限期，所有非緊急檢查必須提前14日完成繳費，一旦逾期，系統就會自動取消預約，兼且作廢名額冇得直接恢復，想重新檢查只能揾醫生再開單、再排隊，再次經歷漫長等候。好多人唔知道香港公立放射檢查嘅常規平均等候時間長達3年08個月，普通人耗費將近4年時間，忍住病痛苦等，可能就係因為一次遺忘、一次通知睇唔明、一條新規唔了解，數年堅持就徹底歸零。對於本身飽受病痛折磨嘅人嚟講，呢種試錯代價實在太重，亦極度唔公平。更唔公平嘅係官方通知機制完全冇顧及老年群體同基層市民。屬用醫療 App 緊貼政務資訊嘅年輕人可以收到多層次、多次數嘅繳費提醒，基本唔會出錯。但唔識用智能手機、冇註冊網上賬號嘅獨居長者，全程只會收到一封紙本信件提醒，紙本通知好易遺失延誤，相隔數月嘅模糊資訊，根本冇人可以精準記住嚴苛嘅繳費限期。年輕人隨手就能完成嘅網上操作，對於冇人照料、唔識智能設備嘅長者，就係一道跨唔過嘅數碼鴻溝。就算官方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政策，長者同低收入人士可以申請豁免，但成套流程都要個人主動查詢、主動申請、主動遞交資料。對於資訊封閉、行動不便、唔熟辦事程序嘅弱勢群體，申請門檻依然偏高，難以及時享受福利，只能被動承受加價同規則變動帶嚟嘅所有損失。除咗規則嚴苛、保障不足，今次改革亦徹底暴露香港公立醫療積存多年嘅問題，就係收費極度唔透明，大部分人睇病全程一頭霧水，醫院冇喺當眼為之張貼完整價目表，冇人可以預先知道各項診療檢查嘅收費標準，大家永遠係睇完病、做完檢查，所有流程結束之後先見到最終賬單，密密麻麻嘅收費條款，繁複嘅分級規則，普通人根本睇唔明。巨大嘅資訊落差令每一次求診都充滿未知，亦一步步侵蝕大眾對公立醫療嘅信任。如果話基層長者同低收入群體被新規同加價拖累，咁香港中產就係今次改革最跌屈、最兩難嘅夾心群體。佢哋踏實工作、準時納稅，係社會中堅力量，收入唔算基層貧窮，攞唔到任何政府醫療補貼同減免，但收入又唔足以長期負擔昂貴嘅私家醫療費用，進退兩難，求助無門。
好多中產一直以為自己買咗醫保，有公立醫療兜底就可以穩妥應對所有健康風險，為同家人添置保障。佢哋每年準時繳納醫保保費，靠稅務抵扣舒緩壓力。但現實一再令人失望，醫保保費常年隻升唔跌，早已成為中產家庭一項固定嘅沉重開支。市面上嘅醫保產品兩極分化，平價產品保障範圍極窄，大部分門診、手術、自費藥物都唔包，保障全面嘅高端醫保，保費又高得離譜，一般中產根本無力長期負擔。更無奈嘅係，大部分人又認知誤區，以為買咗醫保就可以報銷所有醫療費用。實情係香港自願醫保只保障私營醫療服務，加價後嘅公立門診、檢查、住院費用全部唔在理賠範圍之內，令中產陷入無解嘅雙重困境。一邊年年繳納加價嘅醫保費唔敢團保，一邊要承擔公立醫療加價嘅日常開支，睇病成本越嚟越高。最令人焦慮嘅係，中產剛好處於補貼門檻之外，冇任何政策兜底，亦享受唔到私立醫療嘅便捷優質。佢哋最怕嘅從來唔係一次睇病嘅小支出，而係長期患病、持續治療帶嚟嘅無底洞開支。一場大病隨時可以掏空家庭多年積蓄。本地公立醫療排隊長、規則嚴、收費漲，私家醫療價格高昂，普通人負擔唔起。雙重壓力之下，越來越多香港人開始向外尋求診出路。深圳慢慢成為港人求診嘅第二主場，徹底掀起北上求醫熱潮。長者對此感受最深，喺香港公立醫院預約牙科檢查、基礎治療，動輒排隊大半年。年紀大、身體不適嘅患者根本耗唔起咁漫長嘅等候時間，而深圳正規醫療機構大多可以快速預約，即日或近日就診，唔使漫長等待，求診效率遠超香港公立體系。加上深港兩地醫療價差巨大，好多剛需項目收費即係香港嘅一半甚至1/3，性價比極高，因此吸引大量港人專程北上求醫。除咗基層長者，唔少中產家庭亦慢慢接受深港雙軌求診新模式。以往大眾只信任香港本地醫療，而家觀念徹底轉變，日常基礎診療、牙科保養、常規覆診優先揀深圳，快捷又慳錢。遇到緊急重症、複雜手術先保留香港醫療兜底，靈活搭配嘅求診方式已經成為好多家庭嘅最優選擇。對於重症患者嚟講，北上求醫嘅意義絕對唔止慳錢省事，更係爭取生存機會嘅重要途徑。香港新藥審批節奏相對滯後，好多內地早已上市使用嘅抗癌特效藥、靶向藥，香港患者遲遲未能用到。唔少癌症患者常規藥物內藥之後冇新嘅治療方案，只能專程北上尋求前沿治療，呢個已經成為好多重症患者延續生命嘅主要方式。而家以港大深圳醫院為核心嘅跨境醫療通道已經非常成熟，成為港人繼公立、私家醫療之外最可靠嘅第三條求醫路徑。大灣區病人先導計劃持續推行，合資格港人喺港大深圳醫院就診，每次只需自費100元人民幣，剩餘費用由政府資助，實實在在舒緩咗求診壓力。目前已有數千名港人受惠，當中大部分係高齡長者，整體服務口碑相當唔錯。更令人安心嘅係深港醫療數據已經實現互通，港人喺深圳嘅檢查影像、診療記錄、用藥記錄都可以同步對接香港醫健通平台，兩地醫生可以無縫銜接跟進病情。患者喺深圳完成階段性治療後，隨時可以返香港復診調理，完整嘅跨境診療閉環已經成型，徹底打消大眾北上求醫嘅顧慮。客觀回望，今次醫療改革確實有無可避免嘅現實必要性。香港人口老化加劇，醫療需求逐年暴漲，公共財政壓力沉重，傳統普惠高補貼模式已經難以持續。新規整治資源浪費，優化診療分配，向重症群體傾斜，的確令公立醫療體系運作更高效。長遠嚟講係保障醫療體系可持續發展嘅必然舉措。
但體制效率提升絕對唔可以犧牲普通人嘅民生權益做代價。今次改革最大嘅遺憾係節奏過快，緩衝不足，改革紅利大多傾斜俾醫療體系運作同急症重症患者，而基層長者、普通中產、輕症慢病患者就承擔咗絕大部分改革陣痛。缺失嘅過渡期、模糊嘅收費規則、缺位嘅弱勢群體兜底、嚴苛嘅數碼門檻，令無數普通人嘅求診體驗持續變差。香港人熟悉嘅普惠醫療模式正發生前所未有嘅深層轉變。今次改革最深遠嘅影響係徹底重塑香港醫療生態，醫療分層態勢越嚟越明顯。經濟條件優越嘅家庭可以消費換效率、換優質服務、換前沿新藥，普通基層市民只能喺漫長排隊、加價負擔、嚴苛規則中被動妥協，承受唔住壓力嘅家庭只能選擇北上求醫，另尋出路。唔同階層之間嘅醫療資源差距正持續拉大。講到底，香港醫療改革嘅轉變從來唔係簡單嘅加價同規則收緊，更深層嘅變化係普通人嘅求醫邏輯徹底改變。過去幾十年，香港人一直相信只要安分守己、耐心等候，醫療體系就會為自己兜底，健康有保障，求醫有依靠。但而家醫療保障唔再係體系自帶嘅普惠福利，而係需要個人主動適應規則、主動跟進政策、主動承擔成本、主動揾出路嘅個人責任。香港醫療正踏入全新發展階段，但一個階段最大嘅挑戰從來唔係提升體系運作效率，而係改革過後普通長者、基層家庭、中產市民仲信唔信自己唔會被醫療體系遺棄？未來公立醫療能唔能夠平衡效率與公平，做到收費透明，適應長者需求，舒緩普通人求診壓力？呢啲牽涉千萬家庭嘅民生問題，至今仍然冇標準答案。唯一可以肯定嘅係，香港人代代信賴嘅嗰份穩陣醫療安全感已經徹底變質。睇完呢期影片，相信大家都睇清楚香港醫療變局背後嘅深層民生困境，睇清楚獨居長者、基層市民、中產家庭嘅多重無奈，亦睇清楚港人北上求醫熱潮背後嘅真實原因。大家有冇親身經歷過公園預約無故取消、睇病加價嘅糟心事？身邊有冇親友苦等數年檢查落空，或者長期往返深圳求醫？你覺得醫療改革應該優先保障體系運作效率，定係優先顧及普通市民嘅民生權益？歡迎留言分享真實睇法，一齊交流探討。如果大家持續關注香港民生變化，鍾意呢類貼地社會觀察內容，記得點讚、關注、訂閱頻道。一鍵3連唔好走寶，我會持續追蹤香港醫療同社會民生最新動態，帶嚟更客觀全面嘅深度解讀。下期再見。